最近又爆出一個描述性品牌嘅新聞，就係白象即食麵。佢嘅一啲即食麵上面寫住多半代麵，有人就指出多半係商標嚟嘅，有誤導消費者嘅身份。我專門去超市睇過佢嘅產品，我覺得其實呢個用法係完全冇問題嘅。佢多半兩個字其實已經註冊咗商標，喺商標網上都可以查得到，而且佢使用嘅時候都打咗 R 嘅字樣，所以佢用嘅係有一啲唔同嘅意思，但係比起之前嗰啲零添加啊，或者係其他沒料嗰幾個要好好多，因為佢哋幾個連註冊商標嘅 R 都冇打上去嘅，但係串心想誤導消費者嘅。另一方面咧，我又睇到白象嘅另外一款即食麵，佢上面打咗湯好喝幾個字，佢幾個字上面又打咗 TM， 即係話呢幾個字已經係申請咗商標，只不過商標證未審批落嚟。於是我查咗註冊商標嘅信息，發現佢哋公司註冊湯好喝呢幾個字係註冊咗唔少嘅，尤其是就湯好喝三個漢字，佢哋公司基本上係鍥而不捨咁喺度註冊，不斷咁申請，不斷咁駁回，又繼續申請。最近嗰次申請應該係今年3月份嘅，一直註冊唔到嘅原因呢，其實係因為根據商標法第11條，直接表示商品嘅質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數量及其他特點嘅，不得作為註冊商標。湯好喝就係表示商品嘅質量嘅，所以係好難註冊到商標。白象公司之所以咁想註冊呢幾個字，其實就因為佢能夠俾消費者可以一個好直觀嘅感覺，表明佢哋嘅麵質量好、味道好。只要註冊到嘅話，其他競爭對手基本上就唔能喺包裝上面用呢幾個字。對於佢哋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競爭優勢嚟嘅。呢種其實就喺法律層面上面玩嘅一種文字遊戲。而家好多商家都係用類似嘅方式喺度銷售產品。除咗之前視頻講嘅嗰幾個描述性嘅品牌之外，仲有一啲互聯網嘅企業同埋新能源嘅汽車企業，成日都用呢種方式嘅。其中最典型嘅就係粗糧公司，佢嘅老闆宇天軍非常擅長將一啲平平無奇嘅原料、特點、功能兜幾個圈，再加上一啲似是而非嘅數字咧，就表述翻出嚟。例如佢話某款手機用嘅係經過40度製清、193度工序加工嘅奧氏體不鏽鋼304不鏽鋼。頭腦清醒嘅人咧，可能會反應過嚟，其實呢啲就係普通嘅304不鏽鋼，可能仲冇我哋炒餸用嗰個304和啊啲科技含量高。佢介紹佢嘅汽車壓鑄技術嗰陣咧，佢又專門攞咗特斯拉嘅上海工廠6000噸嘅同埋美國工廠9000噸嘅壓鑄機嚟對比，佢就話自己工廠裏邊嘅壓鑄機係9100噸嘅，而且仲係佢哋自己公司自研嘅。接觸過壓鑄機嘅人可能都知道，壓鑄機一般嘅標嘅噸位其實都係取整數嘅，因為咁樣咧既好聽又好記。而佢呢個9100幾噸，好明顯就係故意將個數字寫大啲，做到比特斯拉嘅要大啲，咁咪可以達到更好嘅輸出效果。然後佢話自研咧就更加離譜啦，佢講嗰陣嘅佢嘅汽車廠都冇整起身，佢只不過係一個互聯網企業做手機嘅，佢有咩人才物去研發壓鑄機咧？其實就係純粹亂噏。以工業巨獸重塑汽車製造。正所謂華為搞智駕，小米搞智駕，華為搞自研，小米搞自研。那麼小米汽車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工業水平呢？水軍對外宣稱那一台鼎鼎大名的9100噸鑄造機，也是除了特斯拉之外，全球唯一一家擁有自研壓鑄機的工廠。而這樣的設備，小米工廠裡面有2套，9100噸是名字，不是功效。功效實際為8800噸，用的是海天8800的機器貼標而成。佢玩嘅另一種文字遊戲咧，就係中意喺發佈會上面致敬行業嘅龍頭。做手機嗰陣咧就致敬蘋果，做電車嗰陣就致敬特斯拉。佢嘅致敬方式就係喺發佈會上面不停咁提人哋個企業嘅名。Model Y 的 Model Y 的 Model Y 那 Model Y 的是 Model Y 的這個 Model Y， 然後比 Model Y 多了，我們比一下 Model Y 啊。Model Y 呢 Model 3打遍天下沒敵手，就不要談 Model Y 了啊。Model Y 是全球銷冠啊。佢咁樣做咧，其實亦都係錨定效應嘅另一種方式嚟嘅。一般嚟講，錨定效應都係用喺定價方面，
就喺產品出嚟之前，俾消費者一個高價格嘅預期，然後用低一啲嘅價格嚟到開售，咁樣消費者就會喺心理上面以高嘅價格作為錨，會覺得後邊嘅定價係比較優惠嘅，咁就會激發佢哋嘅購買慾望。致敬對手嘅作用其實都係一樣嘅，因為佢致敬對手嘅品牌好、質量好、價格亦都高，佢喺不斷咁致敬嘅過程裏邊咧，觀眾就會將佢哋嘅產品同埋競爭對手嘅產品等同起身，覺得佢哋嘅產品一樣都係質量好，品牌形象亦都好，所以呢種錨定效應其實亦都係一個心理暗示嚟嘅。好似余天君咁，一邊 PUA 一邊個消費者韭菜嘅人，其實仲有唔少，其中以互聯網老闆為最多，好似羅振宇呢啲人，表面上咧佢哋推動嘅係知識付費，實際上就係通過佢哋嘅話術，通過玩呢啲文字遊戲，穿插咁使用新嘅名詞，將簡單嘅問題複雜化，不斷咁去挑動粉絲嘅負面情緒，等粉絲喺呢啲負面情緒嘅支配下面做出錯誤嘅決定，最終成功咁俾佢哋收割。嗰啲睇佢哋嘅產品發佈會、睇佢哋嘅跨年演講嘅觀眾，相當一部分，我難聽啲講句，其實就同嗰啲為咗兩件隻雞蛋要聽嗰啲保健品講座嘅白虎白母冇乜區別嘅。所以當大家接受到一啲令你衝動消費或者係引起你嘅負面情緒嘅信息嘅時候，希望大家可以忽略佢，相反應該要關注翻嗰啲有正能量嘅或者係能夠引起你思考嘅嗰啲信息。總之就係光說白鷺黑水淡，希望大家盡量少踩黑。